東莞超好行嘅5條 City Walk 路線，記得俾個 like、收藏好再睇啦。1. 虎門歷史人文路線，沉浸式感受東莞百年底蘊，行鴉片戰爭博物館，重溫歷史，到執信公園，感受民國風情。最後去虎門舊街食地道小食，解鎖老虎門嘅煙火氣，全程免費，成家出遊超啱使。2. 石龍歷史人文路線，解鎖舉重之鄉石龍嘅獨特魅力，行石龍博物館睇特色展覽，打卡舉重博物館，觸摸冠軍榮光，再行百年老街試非遺小食，到南岸公園吹下東江晚風，每一步都有驚喜。3. 莞城懷舊路線，收埋咗東莞最地道嘅舊時光，從人民公園嘅江南獅意行起，沿住縣政街萬壽路，感受老莞城韻味，打卡喜社文創園，影復古大片，一路漫步超舒服。4. 文藝潮玩路線，去嶺南美術館睇精品展覽，兼宇宙同工農8號打卡工業風大片，最後到下壩坊感受東莞鼓浪嶼嘅日夜風情，文藝與煙火並存，宋詞感爆燈。5. 宋詞治癒路線，行中心廣場影大戲城市大片，喺莞鄉印象大草坪曬下太陽，到裕興書店打卡文藝角落，最後去簪花路食個下午茶，解鎖東莞嘅溫柔與美好。你仲知道邊啲東莞啱 City Walk 嘅路線？快啲嚟評論區分享。